好来，乡亲啊，咱是就先来看这个金华城的弊案。检方认为郭文泰为金华城的容积率大开青灯，而且甲沈庆京来收钱。讲2022年，这个金华城动土典礼了后，沈庆京交代必须领现金1500万交予郭文泰，郭文泰嘛甲这笔钱记在你的档案内底。事后，检方查扣到档案，将做郭文泰收钱的证据。工程顺利。2022年10月10日，金华城商办大楼动土典礼，时任台北市长郭文泰亲身出席，江庆飞金集团主席沈庆京，如今金华城弊案正被起诉，检方讲就是这天郭文泰收沈庆京的红包钱。沈庆京共乌说过程起诉资料全公开，检方认为郭文泰予金华城济好康。2022年9月10日，沈庆京亲身传信感谢郭文泰协助绑定容积率。10月10日动土典礼，请必须领1600万现金。伫咧10月19到11月7日，交付1500万，予郭文泰家己掖起来。时间地点也无讲，敢若就是郭文泰和沈庆京两人同款句句避避。无关系说明。检方尾啊查扣证物，包含郭文泰 USB 硬碟，内底有2022年11月7日，小沈1500经理人沈庆京将做收人钱铁证，即马 Excel 档案嘛公开，除了沈庆京摆伫咧名单内底金主，嘛将做检调掠郭文泰政治现金案的追查重点。真无聊，感觉柯志如8月29出境，隔壁点伫咧海关也未倒来。检方嘛查扣一张叫离家翠果果的纸字条，里面写金华偶然寄出国，显示郭文泰假走路。柯志如身上敢有其他关键无人知的证据，随经过起诉，专案嘛随也随现讲。Hello， 我是张新文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